制宪，制啥人的宪法？语序观念的科考。最近行政院长赖清德阁提起迁都的问题，真好，有在讨论就有可能实现。希望早日完成赖院长讲的北经济、中行政、南政治，并经发展台湾各地区。毋过，我还是挡袂牢要提出几个语序观念科考。大不时拢会听到制新宪、迁都、退出联合国、专省这款名词，互我真想袂晓。台湾人对语序的观念，哪会拢袂精密？要制新宪的前提，定就是已经有宪法，就是旧宪法。可能是无好用，才着阁制定新宪法。请问台湾当时有旧宪法？宪都无嘛，有中华民国宪法无毋对，毋过就是无台湾宪法啦。所摆咱应该讲制定台湾宪法，还是制宪，毋是制定台湾新宪法。同款的道理，我国退出联合国，我国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？台湾毋捌加入联合国，当然无可能退出联合国。搁再讲，中华民国到呾要出现伫联合国宪章第23条，哪有退出联合国？联合国2758决议文主要是决定啥人通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，是蒋中正自底派去伫联合国的代表，互国际社会赶出联合国，甲台湾根本无啥物地带。即马台湾行政区域已经有6都，就是延洽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、甲高雄市。6都无阁属台湾省管辖，咱就无应该开嘴合喙，阁继续讲台湾省、全省。若是讲某一项商品全省拢有在卖，安尼毋着顶面的6都拢无可能买着，应该讲全国还是全台湾才对。阁有中国国民党上爱骂人的话语，就是去中国化。照国民党的逻辑，去中国化的开山祖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对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采用中华民国制定的注音符号保泡沫，阁放弃中国传统的汉字，改用简体汉字，这绝对是100%的去中国化。